做投资，有研究呢，但最后还是赔掉了。老师说我没有偏财，穷矮就黑。哎呀，我就是刮刮乐，有没有？哎，怎么刮都不会中。会中，中了以后你再去买，你就会亏。赌博的人就是最怕这样，一直输下去。是说赢要冲，赢要冲是不是？刘必行商先蕊出牌，不会告啦哈，不会告啦哈。喂，哦，按键，中个空啦，能不能走牌？能不能走？能不能走？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和来！哎，大家好啊，冇酷。来，今天大家好。哎，阿英嗰句老年大擂台，老年過新年呐！新年來咧，太年初啊！今年初五啊，嘿，還算過年嗬，還算非常嘅歡喜。哎，你都填存意了。啊，客家人過年過到填財年啦，係啊，今年因為馬年啊，所以啲啊祝大家馬年做嚟行太運啊，要龍馬精神咧，嘅感覺嗬，旺整正年，旺鬼年呐，係嘛，馬年甜後運就出嚟啦，哦，快馬加鞭養財神，係啊，用養財神，養財神啊，反正門大一開。錢珠滾滾來啦，清好清好，哎，清真啊，開始個清好啦。過年咪啊，過年在鬧年，對，所以按今年咪搶到俺哋所有特別來賓啦。客家嘅抽到獎啊喲。對呀對呀對呀。哎，你等下做一做，他太細了嘛。來，欣賞咩抽到用獎？你看老年咩？哎，看老年哈，他唔會寒啊。叫我哋過年啊，嚟打鬥士咁樣。今年咩要紅包哦？哎呦，有紅包，買件出邊啦。對呀。紅包咯。今年唔單係啊，唔單止都糖到他家唱歌以外嗬，但係喺度教佢啲遊戲，哦教成績啊咧。過年就會賭嘅，啊冇啦。真係賭，小賭怡情。小賭怡情啊。對呀對呀對呀。大賭就玩命了，哎，大賭不要大賭，不要大賭，我們小賭就玩一下，揣下紅包錢就好了，一年咩縫縫，係啊，唔可以正宗味見看人係紅包呢，係啊，他哪一份錢你唔知？哎呀，來，木當當嘅，你看的，碟哈，這看了哈，哎，來，按照有搶 TV 就分正宗味啊，我再看能分錢哦，待會後堂嘅各位，好嘞，堂啦，哎。天堂嘅無人來到，有時淡淡回頭，愛相擁為安度好，出門以前有想到，有冇那渣兒帶來路，一切強柔，多多心動相愛做，唔過佢會唔會定義一也冇超過。只要有現實，你叫把握，就愛用行一步再一步過，一步就走得很多自家，幾度夢想天堂，天公啊，落水啊，阿妹啊，帶點錯無來到行水邊。行水啊，情有情，唔會再給水中秋來秋去。天堂嘅無人來到，有時淡淡回頭。相擁為安度好，出門以前有想到，有冇那渣兒帶來路，
你生汹涌，到了心动上爱做，不过机会不袂第一日也没超过，只要有変心，你叫爸爸，就看用看一步再一步过，一步就做得很多自己，谁都梦想天空，天空呀，落水呀。阿妹呀，大地错无来到行水边，行水呀，清流清，在个水中秋来秋去。天公啊，落水哦，天公啊，落水哦，天公啊，落水哦，阿妹呀，大天错无来到行水边。行水呀，清又清，在个水中秋来秋去。新版的天公落水啊！欢迎我们的吊车大王哈！吊车大王，有枪哎！吊车大王，三步冲嘛！走，开心开心，很幸福啊！很幸福。哎呦，叶走那个东北大花爱做客家法服啊，我公羊吗？看有人挺凶哎！唔讲爱吃到客家法服好看啊！哎，你们的美感差不多。懂秋呢，懂秋，所以你以后是吊车大王。哎呦，吊车尾大王，吊车尾，不要吊车尾，不要吊車尾，你有用在拉也不可以吊車尾。新年新希望嘛，先同大家嚟拜年一下。好，祝大家馬面春風，與馬動線。耶，清好嘅祝福啊！女啊，都係舊遊戲，都係春風暴，好唔好？清楚，係啊。係來啦，上節目清好嗬，自家意殺來，當好冇 sell 嘅同差，不用聊呀，形形色咯。對，來，啊，交紅包啫，新年新希望，同大家講一下好嘛？有乜嘅今年嘅希望咧？因為而家最近開始研究做用 AI 來做。做嘛？做可能編曲啊，還有做詞做曲。真的哦。錯。還有成功嗎？我遲到會做得咯，從嗰條應該兩條歌曲是用 AI 來讓它編曲嘅。哦，調下幾條係啊。錯。成功落水。那你會變笨。難怪工廠時輕視他們呢。對。AI 就是以後就是會用 AI 的人。當道。最近個短影音咩？我用那個 AI 的那個聲音可以細膩到非常的恐怖。懂凶呢。對啊，連那個氣聲，連那個真假音轉換都有咧。好厲害。懂力會真假難辨呢。對啊，黑毛，好嗎？我們今天要穿風包，穿風包來玩一個小遊戲，我們小小的賭一個，好不好？這個叫終極密碼，來到兩邊了。那同你講一下哈，我們今天為了友善有中 B 嘛，有中 B 朋友有很大的撲克牌，然後你一撒出一種，先莫看起個，就在起個，我們用那個順序的方式拿等起來，如果你猜到叫到很多人起個愛號碼，你就不要睇嘞。哦，唔講你擺做的很，就從以後開始1、2、3，你可以喊到3，或者是4、5、6。哦，你要招兩種順序很下意。你也可以 pass， 你可以 pass 回轉各一次機會。對。還有低動嘛？終極密碼，起個出一種。1到13呢？對。撲克牌，好不好？起個出一種。你先出，阿羅哥出。好來。啊，我們兩個之中呢，有一個人表態的給發吼，你就穿到風包嘞，好唔好？啊，來都不推動哦。來。哦。還有你從來賓開始好嘞。好來，你先。愛開始。你開始。啊，提一張係嘛張？就你拿。
一样，我们就从一穷一可以是那个听一下顺时钟，顺时钟，好，好，1、2。摸你啊！你刚一直看我干嘛？顺时钟？难道时钟是这样走的吗？反向这样走的吗？我喜欢周杰伦呢，反时钟的钟，逆时钟的钟不行吗？哦，你换改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。开球地啦！所以我故意1、2，你看，你就勾3、4。你刚也可以1、2、3呐。没做对，走，你还留有一丝人情味哎。他搞不好就4、5、6哎，他会，哎呦哇，这厉害，拿到成功哎。那表示你今年一定懂翁哦，翁鬼年好不好？好，翁都带，好，翁一神年。2016年马年一出风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行不？恭喜！好，恭喜！恭喜哦！谢谢。排版来，排。好，排版。好，然后。阿叔帮哦，握到我的手很好啦，这不是死亡之握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你们两个都是大的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罗哥真的很旺。没有，这个就是运气啊！哎呦，小时候胖不是胖哦，也不一定，他不是印证在所有人身上。对，好啦，好，来沙落去，唐文成衣重重带来后堂一个 Q。好啦。What you want, oh let's get on a car 上跳，唱到给对方，是也是采访，是眼中寒，你看该风景，爱用你后给变化，走马 give up, planning for what， 挣扎 go to。Just like lemon 卡斯达。哎呀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柠檬卡士达嘛，对，有像吧？有酸酸甜甜。我听到 keyword 柠檬卡士达。对啊，把柠檬的颜色都找出来。对，还有卡士达。对啊，好好哦。刚那个伟如哥说我们是抹茶跟煎茶。哦，其实更像。真的吗？抹茶跟煎茶，抹茶煎茶的柠檬卡士达，对，有点新奇，大地色系啊。其实它给用啥？哦，扮演一下。好，祝福大家马年大吉好彩头，
Hotel 马眼台站后凤图。哎，给两姊妹的作品好以后哦，他已经了更好。真的，真的他们现在很红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他在那个瑞友时那个比朱华欣赏还要红哦。对啊，没有啦，你讲啊，讲三夫做的暗红啊，有看过那个瑞友时吗？有吗？有啊，瑞友时嘞。客家人追剧。哎呦，一隻細蚊用按快哈，咩按油酥、按切胎哈，按怎麼樣哦？食材。哎呀，這就是韩风哟，就是客家人追劇不一樣。那你還講英語啊？沒想到。按切龍。因為有輸啊！哎呀，好像哦，對不起，哎，你兩條是喺撞生詞，你還講英貼片有嘅啊？對啊，哎，冇錯，這就是剃頭啦，有剃頭啦，哎，兩姊妹公園還有喊來哦，你阿母佢唔係可以做船店嘛？哦，我姐姐有開早餐店，姐姐開，該懂某喊誒，某喊西餐。哎呦，辛苦啦。公園都懂辛苦。哎，公園期間有做事咧哦，貼片趕車。好，來，搞嘞，春風包了，春風包，來，我們的終極密碼，一殺出一種。哎呦，他們兩個是抽一張呀，一殺出一種，一殺出一種。但是他們其中一個爆掉就爆掉。好，爆掉，我們一起爆就沒有了。對，一起爆，就沒有紅包了。王仁禮，好，來，哎呦，拿不起。走點，好，來，好，1、2、3。好，你用慢影開始。用姊妹慢影先開始，我們一樣順時鐘嗎？我先嗎？姐先，妹妹先。妹妹啊，妹妹先哈。好來，1、2、3。換我嗎？換我是嗎？哎。4、5、4就好。4就好。哎呦，有問題哦。我 pass。pass。5什麼啦？5嗎？5嗎？6、7、8。姐姐這樣子你還不懂？她只說一個5。真的是。你看給劉姐嗎？來吧，該。我是 Queen。怎麼差不多？好壞哦你。要哎。那小鳳給劉啥穿紅包啊？只有羅哥挺跳的。對。沒關係啊，對啊，我就。對啊。那這樣妹妹比較傻。對啊，怎麼你們一定不懂？贏嗎？冇啊，給劉啥去冇了呀？就冇呀，按什麼呀？對呀，冇了呀。那拍誰？那你們就靠早餐賺錢啦。好啦，認真回去做早餐啦。實在一點，實在一點。這個好了，好，歡迎你們。哎，新年呐哈，新年突喊他幫，新年快樂，溫配曬養錢賺咯。好了，希望早餐店的生意也是一樣哈，興隆好不好？哦，恭喜恭喜，好了，抹茶什麼？抹茶檸檬卡士達。來，沙來恰嘎起，也恰嘎起單。恰嘎起的，恰嘎起。之前他在做投資，有研究呢，但最後還是賠掉了。老師說我沒有偏財，窮矮就黑。哎呀，我就是刮刮樂，有沒有？哎，怎麼刮都不會中。會中，中了以後你再去買，你就會虧。賭博的人就是最怕這樣，一直輸下去。是說贏要衝，贏要衝是不是？你看他是不是很危險？用樹太你發散你色彩貓咪搭對，條朋友共下來去好不高水，因為下個馬來共下掉那嘅，說紅那對馬就條線浪連落肚，你條用不難，對愛共用沒法度，天公觀眾目。就
一路上笑哈哈。天公观众们，给老你讲大吹鼓，做嘅啲唱歌聲嘅啲跳舞，同樣衝浪嘅這兩種不怕嘅路，談下阿公做的碰臉泡茶，說包呀阿妹喊啲走下，無限節差，眼公公聲你呀，我都放一路唱笑哈哈。视频欣赏睇演出250K，是爆票。咪喊好。哎呦，呢條歌睇每開錢就滾滾來。個高年期間唱嗰條歌真係適合嘅。真適合啊！太勁啊！嘿，大丟西啊！你好誒，真係。誒，我們空靈少女來。空靈少女先同大家拜年一下。拜年啦！祝大家馬太常常開好運，福氣連連萬年見。哎呦，厲害啊！安有這個飽讀詩書啊，安厲害啊哈！有 ChatGPT 的幫忙。啊，這個 GPT。哎，ChatGPT 也翻漢語咩？真厲害呢！真的嗎？嘿，有做得翻漢語啊？哦，做得啦。今日我同人用漢語嚟溝通啊呢。算不做得啦，比起那個 Google 厲害些。哎呦，太厲害了，太厲害了。等工程師啊，工程師研究一下。我因為啱未要用 AI ChatGPT 翻客語，唔過直接當到詞彙變成胡蘿蔔咧。哦，變成胡蘿蔔好多。絲撈筋全部變胡蘿蔔。那你就等啊，寫新的程式出來。對，就靠你啊，靠你，因為有一些詩哈，已經變得用國語出版咧。對呀，就冇辦法有安尼客家嘅種剔透味道。你客家先都會思想唔出來。所以口也兩味啦。係啊。嘿，發音嘅部分係兩 V 啦，哎，寫詩嘅部分係那個工程師寫程式出來。係啊，冇安尼歌詞會反過來，咪有些麻煩。最重要係後生人講日頭，對嘛？而家可能後生人講太陽，太陽，就出隻飯嘅嘛，係啊，都冇咁樣啊。係啊，唔講乜嘅。日頭哈，係佢懂跳嘅，佢看起來係樣空靈少女，唔講經過幾百個接觸啊，吃到佢係輕巧的什麼嘅，係嗎？他很會那個見風轉舵。對啊對，哎呦，你是說他牆頭草的？不是，就懂跳。懂跳。嘿，像之前他在做投資，他是屬於那種就是那個叫什麼？不是危險投資啦，對的，什麼槓桿平衡那個，槓桿平衡哦，他研究呢，有研究呢，但最後還是賠掉呢。因為佢就會貪心。老師說我沒有偏財，沒有偏財，要戴墨鏡走正，那就看你今天有沒有偏財了，哎，好吧？我是不相信啦。你是不相信什麼？不相信什麼？每個人都還是有一點偏財運，就是對。沒有，有一些人他就是沒偏財就沒。哎呦，你真陰謀，他就10賭9輸。窮矮就黑。哎呀，我就是刮那個刮刮樂，有沒有？哎，怎麼刮都不會中。會中，中了以後你再去買，你就會虧。哦，你中了就中了。嘿，你跟我中1000K，我就給我買1000K，我就冇了。哦，嘿。就是沒賺沒賠啦，就是這樣。他就運氣給你一次而已啊，你想再壓就可能賭博的人就是最怕這樣。哦，就為什麼會輸？就是這樣，你覺得哎，好像現在運氣來了，運好像在我手上這樣子，一直輸下去。是說贏要衝，贏要衝是不是？你看他是不是很危險？佢可以嚟上單用，唔講經驗唔俾人用，喺公司唔俾人用。你自己保重啊！對，保守理財好嗎？保守理財，你冷靜點。好了，看你今天運氣怎樣。哎，如果你今天陽啊，表示你今年有這個偏財運哦。嗯，好不好？好嘛，好了，來抽一張，還是偏財運就用在今天。出一張來，來，你先出。女神之抽。
哎呦，女神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美玲没有来，你就把她称为女神？还是你现在叫美玲？效果好够了哈，这种效果不要做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又不是吊车大王，你干嘛？好，换罗哥，好不来啊？哎，换。好来，出要走，好来。好，我出俩。好。哎。来。哎呦。来。什么？好，嘉琪先开始。俺先，嘿嘛。好。一、二、三。西。今年旺天财运4是我的幸运数 ，lucky number。对呀，唔够充电，还给羊的风包嘞！新年快乐，一路发，恭喜！嘉琪，保守理财哈。好，存起来。恭喜！嘉琪！哈，安尼表示你有偏财运啊。有偏财运呢，你就把那个秩序红包压在枕頭底下下去啊，当你的前母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前母哦，好来，按姿勢哈，好，哎呀，希望他阿叔做穿到紅包啦，係啦，希望啦，清涼啦，好嚟，沙來由小期待嚟好聽嘅歌曲哦。好嚟。思念啊，真思念哦。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什麼過新年哦那什麼呀來飲酒，杯杯呀搖針針，杯杯呀搖針針，杯杯針針，針針過新年哦那有的有。真思念哦，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什麼落花煙哦那有的有。大阪為什麼呀？什麼來發煙？蘇班啊要發機，蘇班啊要發機，蘇班發機，發機夢少年哦那有的有。3月來思念啊，真思念哦。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啊有什麼？大阪什麼來思念哦那有的有。阿哥來思啊真啊沒呀思喏。兩年啊來強勢，強勢一口天哦那有的有。謝謝，吉娜姐好，蛤蟆先生，不要叫我吉娜姐，不是你姐。新年快樂。尊稱啊，就像7、8、10歲的。不要那麼尊敬我的少奇哥。對啊。
70岁可能还没很爱太阳高啊。是啊，这是尊称。哎，他刚也是懂有请，对，有礼貌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看到他过年就是一个吉祥熬钱呢。你望看到 Silky 形象就熬钱。以前哈，你讲安永庆哈，他不会存钱，你安永存唔到钱。做妈妈的意思？我三几角，妈个意思，貔貅。三角蟾蜍，哎呀，可以穿这三角蟾蜍，怎么穿得多？怎么穿真的哦，我穿太浅。为什么？因为安永要勒我，师傅要勒我，嘿，安永唔可以。懂得嘞，哦。这种貔貅要咩？貔貅一定给个师傅给塞起来。哎，对，塞起来。哎呀，所以三角蟾蜍有师傅了。你开吧，没了。三角蟾蜍才会真给他穿太浅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个来啊！公演都教我这个，哎，扮演他。乾隆太家扮演哈，马眼羊龙塔金桥。哎呦，富贵双全福满堂。哎呦，乾隆太家这里太赚钱。对联呐，对联呐。这我自己写的。很自家写的。不是主办单位写的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给的。啊，俩人做的人一拜吗？龙马精神塔金桥，哎，然后富贵乾坤福满堂，哎。哦，唔错呢。对啦，这个是假写。哦，人个相信，人个相信啦。因为要种演技的。哦，系啦，就算你是假写咩，通用的啦。记唔起来，我记唔起来啊。对。按当年的嘛，特别是上那公演的节目哈，就讲会搞一只小游戏。会啊。对，应景啊，应景。我2张烟吼，啲副卡翻来，从安部总有啊变动啊，变动嘛个东西，变动啊，阿公其实留到屋厝当地杯。嘿，你有看三夫的嘛？嘿，错，第三夫啊，三夫哎呦，非常好，阿公留下来，哇，能带电的哦，真的，有大有小。哎，这是古钱是不是？对，哎呦，有乾隆，有康熙，真的吗？对，有雍正，你们是宋之后。哎，这是康熙哎，真的，康熙年间呢。康熙年，那我这个是。罗哥哈，在东南地哈，就这已经上百年了。哎，我这个看哈，你发现哦，有太有些，有大有小，你们发现？乾隆通宝，这是西元，它上面写西元通宝，西元通宝，有宋朝的，还有明朝的，还有那个宋朝、明朝、清朝，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嘅呢呀？啊？外公留下来呀？外公留下来呀？真嘅呢呀？没外爸哦，外公100年前就在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，这个宝贝你要说，嘿啊，两斤会带俩钱哎，这第三步啊，哎对，没吧？两张唔得跌吧？讲这个咧，跌得两副色体呢，啊，等下请蒙，冇一个，以前请蒙啊，张拿着一样。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，看到他们6、7岁哈，最喜欢公演，有2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人家8、9点，一些在总行啊，在落户在龙潭嘛，我们这个小时候，公演的时候，有上演前嘛，10报以后，他9点钟就衰木啊。哎呦，但是唯独除夕、初1、初2、初3给上演，没不是衰了，就是做的看安，做看安排。对，然后为什么呢？就差不多7点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哈，个叽叽啾啾引出来啊。叽叽啾啾，亲戚朋友啦。啊，对，叔叔伯伯阿姨隔壁，叽叽啾啾的啦。你安安，对，我来闻着我你安安了。然后你就看到就是放几个椅子嘛，哈，就给你老赌给啊，赌给，但可能而且3、5位哈都现3张，我先看我台哦，哈，乾隆的，康熙的，哎呦，你看墓主有暗号啊，哎呦，没有老过，对，但是不一样大啦，这个不一样大，这更老，更老了哈。这3个上面是这个乾隆通宝啦，康熙通宝啦，哈，不用当杯，对，你个下杯注对面注的钱嘛，好，那钱哈，就是三五那一片，就是假如3个翻过来，3个翻过来就是3五哎。
哦，假如你3个模边按永远哈，因为正面按永远嘛哈，就输退了。哦，跟住2张模空按永远的话哈，就高点100。按永远对。然后这个叠这个要有气势，气势。对，来，你叠看看，示范一下。来同拿。其实不用啊。来同书。我们不是有道具3五位？我们有3五位金不一模啊。哦，金不一模带来。我们今天玩终极密码。这个哈，开玩笑，这要有气势。有气势。好了，对。麦克风会同拿吗？对，我怕你一起丢出去。2脚以肩同宽。这个下半蹲，然后屁股往后翘，好，丹田往前顶，是，然后手摆45度往前，拿出你的气势，好，喊多少就多少。第一式，东来，卡。紫气东来，好来。这个就告诉你，没有这个告诉你，按个模啊，3个都没有翻过去，就拢来就是通赔。气势养你更熟就抽还要有个意思吗？哇，那你今年哇，没不，我只示范，运气很好。示范不算，给你个机会翻身啊！对，你还有一百 GP 第2遍啊，GP 好吧，先输后来哦，输后来哦，你要3五位如果相信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拿1张，我卡还以为要中钱宝，顾钱的啦，顾钱那个不用挣的，对。这个罗哥直接选这个。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历史的皇帝会来托梦，对，选一个，对，就是会。你知道你搞高以后已经抹凶了耶，就高枕无忧啦。好，高枕无忧。来，你搞你的终极密码哈，好，小体形上先出一种，好，出一点好。来，然后了，咁我不能太罗哥出一种，好来，出一种好来。好，我来出一种，耶，哎呦，马啥先？哎呦，你怎么马啥先？俺先那么长，那我先哈。你先。pass。pass。啊，好厉害。pass。你也 pass？你那么快就 pass？那我也 pass 啊。哎呀，你们这样子啊？还可以回转。回转，回转，看你啊，罗哥，3、4、5、6、7，哎呦，8，有意思啊！不能穿钱呐，不能穿钱呐，好不好？不能穿红包。有啊，黑运。你用啥标配就会不能穿红包。只也跌3五会跌摩托。黑马吼。对，什么？哎呦，容易欣赏，有招式了。今年还要懂帮啦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好了，来做休息。好了。哎呦，杀了荧幕情侣呀！荧幕 CP 就对。荧幕 CP 啦。好来，杀了你手下还有车去个带了后头个 Q。好了，两位先生先来出牌，不会搞啦哈，喂。哦，按键，中的扣啦！能帮你走。啊，先好，讲只数目2只。我从1开始。先到3只。先到3只。唔要做1、2、3嘛呢？你做的1、2、3，要做的1就好。5、6、7。冇啦。春联。千家万户同啊同欢乐，盼望今来的年呐，哎呀落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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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团圆。
種子，實啊實落肚，思念情人真嚴重哦。哎呀落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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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嚴重。桑叶开門前，愛着夢的心啊心有感，只恨年年日不言了麼。哎呀落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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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言不言。对，安尼客家披个欣赏，客家嘅硕果仅存的珍奇异兽，真的，讲国宝就辛苦了，珍奇异兽，咩黑啦，咩黑啦，真的啊，哎，硕果仅存的 G B 啊，真的你講國大把吹也是講國寶級，還是講唔好講國寶級，都嘛阿峰過了只那講誒，講了太加緊講啊，這故宮博物館展覽誒，唔係，還蠻多啦。這是無形文化資產，有形人文化資產，對嘛？啊，兩位欣賞先來拜年啊！慢一些，慢一些。在於新的一年，大家都要有龍馬精神，馬上傳開錢。係3年過了，馬年來，恭祝馬年大發財。兩位欣賞就一欠錢啊，全部都發財啊！大家發財，大家發財，要當蔥油嘛，係嘛？佢唔係欠錢的問題，佢係欠安樣的傳承。客家文化，幸福相傳。煩惱的問題，個後生人安樣的接受下去啊，佢係煩惱嘅啊。有啊，講到佢同你後生啊，除了那個蛤蟆先生哈樂園，我講。蛤蟆哥，然後恐下去梅州表演清風啊，梅州演員設計啊，佢老外還有乜啥嘢個乜個名氣的個小妹妹啊，劉先生哦，陳夢去梅州表演的時間。親屬都睇架傾聽哈，哎呦，春節是安呀度呀，是，可能設計通係嘢，設計欣賞啊，唔過請過模，佢船嗬，我請佢到示範嘢嗬，搭船咯，喺行到嘅船頭條線，其實都是點下來，所以就很愛請佢。哎呦，你要做大鳥，那搶欣賞要錯吧？沒，太大姐級的人物，哪有讓你們小弟出錢的，對不對？真的嗎？係啊，他一般都會同球下欣賞看下你。係啊。六十穿得邊個就話那度。等下，我幫佢件傳堂嘅天后嘅嚇。天后嚟啊！你嚟付錢來搶。判2週就好，2週。2週會上大啦，按多年。哦，所以佢要去梅州要去嘛？我冇，我要到其他地方。其他地方。
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，台灣過了，哎呀，其他地方來了，台中、惠州、一度，哦，一度呢，美國沒有魚啊，美國沒有魚，蠻耐都有魚啦，蠻耐都有魚啊，哦，即係高原魚啊，乜嘅？誒。但係天傳葉係天傳葉，他還沒較旱嘅，誒，比水比天以後啦，誒，到高原期間咯，係你到台灣自家過較好，對，係啊，它有年嘅氣氛啦，哦，正年嘅，同福卡人強下高原，對啊，哦，誒，兩位做的真係去到下舞台，當我強下唱歌，個真係就係動態表演客家。經典畫面，按那個天師級嘅前面個收視保證，對吧？你個兩位在做什麼？坐真嘅，真頭嘅，你講。阿鳳係真腿直播。難定義今日冇考試嘅，冇嗌今日做硬嘅，你哋定下要我講係唱一隻頂龍嘅硬。冇，你自家講咗嘛？跟咩頂龍跟自拋嘅先生。好啦，對啦，玩遊戲啊。高年咧年節氣氛嚟嚟啦。誒，沒有穿到風包。兩位先生不講嗬。來，兩邊有請哦。來，兩位先生先來出牌。不搞啦嗬，不搞啦嗬。喂，可以哈，名牌哈。點知弄後弄胖困掉不知受先生，人家數當買東西，木主會罰咧，你看人家數，你看人家數。哎呦，真的好花俏啊，你睇。哦，按照，做唔得看啦，你幫你做，做唔得看，做唔得看，哎，自家先看呢嘛，做唔得看，好，來，哦，檢到腳行啊，檢定，哎，你拿到個片過來翻，對，自家做唔得看哦，自家做唔得看，自家做唔得看哦，啊，好來，你哋攞下看，好來啊，好來，我從慢銀先開始，出發先生，開始哈，來開始哦。1、2。唔用按糖花啦，唔這麼按糖花。按糖花。啊。用誒。從開始唔注意按糖花。先生講嘅反而當然我糖花。哎呦，真的。聽過先生講嘅，你敢唔敬老尊賢，敬老尊賢。對啊。好，恭喜你，你輸了。哎呦，清楚啊！本來你經常穿風包啊。可以。耶，紅心耶。我今年是王牌。王牌。阿二號，我睇清楚。第一名。第一名。太講哦，身體健康。公告100啦。身體健康，清楚。一共公告100。公告100啊，好啦。我出100牌。叫佢排兵嘅。嘿，叫佢排兵了。好。數啊，冇是數，直接出就好咧。做。來，公告100。哎呦，聽100嘅風包穿到咧吼。因為喺人哋嘅先生，看到就穿到2隻風包嘛。哎呦，慢銀先開始，手下先生嗎？唔講，看慢銀先開始。先嗬。好，先。好。講隻數目2隻。冇，我從1開始。先到3隻。先到3隻。唔要做1、2、3啊你。你做得1、2、3要做得1就。5、6、7。冇啦。我從1開始啦。從1開始啦。開條嘅啦。兩手開強下看啊！看人的牌啊！你看人的牌啊！係啊，唔看夾牌，兩手喺雙邊嘅。也唔開始啊！你看啊！係啊。1。好，我測幾個先啊？2。哦。3、4。5、6、7。兩隻風包，險未哦，險未？哇！容易哦，容易發財，容易發財，大家發財。大家平安健康，龍年開發，馬年開發啦哦，馬年開發，恭喜兩位先生啊！馬年開發啊！繼續啊！什麼？朱亞先生、鐵哥先生，謝謝。哎呦！
哎呦，这个大家都拿到红包当欢喜啊！看你量啥？一次问他家穿红包，红包冇拉呢，嘿啊！你勾一包，等他下一个包。好，来，好，杀了，冯心怡带来荷塘歌曲。好来，看啊。哇，冯心怡，太過癮啦！呢啲奈何嚇，你都因為好按到歌好線啊，唔線啊線一條。唔講佢調前嘅歌詞咩唱到伊哦，要做得嫵媚啊，你呀樹啊，夢啊你呀家。來，翻譯。祝福大家馬上發財唔是電，馬上頭髮來空門。哎呦！
那个人缘银头发，管中眼啊，银头发，亲有银，你这没有结婚的那银还是需要头发管中眼啊？对，要让大家喜欢。那个贪婪心呐。不是，没有贪婪心就是那个贪狼心，贪狼心，不是贪，你讲清楚，贪婪心，贪狼心，天上的贪狼心，对，你如果在命中里面你的有贪狼心，如果是在化科或是什么之类的，就会头发快就是表示你桃花很多。哦，你就开成桃花，那我应该没有。对啊，你如果贪狼心是化禄，或是化禄也好，如果是化什么化忌，那就完了。你就是会有桃花劫哦，罗哥，你现在你去给他供恩，你底下嘛意思吗？因为我就化忌过，所以你就是，所以他才那么清楚桃花劫嘛。别哦，哎，讲到贪婪心，过年一定要有贪婪心啊！赌博啊，赌 G 啊，赌养钱啊，然后刮乐啊。你一定是会花很多钱去刮刮乐的人吧？哎，看得出来我的面相是有贪婪心的人，你跟佳琪一样，就是你一开始感觉到那个气，是哈？哎，真的，我们家是会买一本的那一种吗？那个一捆什么？一本。哦，一本刮乐，集资买一本呢，哇，买一本呢，啊，结果嘞，后样赢，输多还是赢多？都是输啊，都是输，都绝对是输，所以要跟大家说，千万不要买贵本的，贵本呢，你贵本呢，你再怎么刮你还是输，哎，奇怪，刮不回来，你应该要每一叠挑一点，黑不黑？哦，那对，我觉得这是买彩券的小 tips，运气真的不好。来，今天玩那个玩，你看看今天这个终极密码有几分吗？来，你这个先出，看谁比较有贪婪心。对，贪狼心，那吃豆应该黑多哥，是吗？我刚刚输呢，哎呦，哎呦，来看看，哎呦，恭喜一块是，我们一样顺时钟嘛，还是要逆时钟一下？都可以啊，你决定，逆时钟就罗哥先。如果你先的话，你要逆。那逆时钟好了，因为刚刚都顺时钟。OK， 好，来个1、2、3。1、2、3，回转。哇，4、5、6 ，pass，感觉有点危险。7，哎呀，8、9、10，哎呀，我没得那个啦，哦，用嘞，11，哇，没有嘞，12，哦，还没报。猜不出来，你可以13、1、2这样啊。我知道啊。对啊。13，没了哎。我很那样，我从一块哦。我不能。他用完了，罗哥用完了，现在整个还。罗哥的 pass 跟回转都用完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要玩多久？我靠，那我没得。不要，我要那个6就好了。不行啊，6、7、8、6、7、8、6、7、8。你刚刚6、7、8了。9、10。pass。怎么了？11、12、13。哇，这个啊！1、2、3。哎，有没有很难啊？对啊，我刚刚前面错。4、5、6。刚前面错。对，我也觉得。7。实测。7。我到底是多少？7，我又不能 pass 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。他不能回转啊，他都用完了。对啊，我都用完了。8、9。他抖一些嘞。回转。你要回转。不要回转。10、11、12。13、1、2。哎呦，我是4啊！哎，那我有中啊！
没啊？我没中吗？那想要本给穿啊。好了，2也可以啊，你们穿到嘞，有没有很难啊？我是8，我都对呀，没有，我刚前面有一个我错了，我应该是要喊7就好了。然后我就喊8，对不对？哦，谢谢罗哥。碰到美女高温的。对啊，哎，Amy 琼有苏东迷呢，谁没拿到？曼你没拿到，同温赛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有时间的话。凭实力嘛，你靠早餐店旺了哈。哎哦，公益心意啊哈，贪婪心跟贪婪心都很旺，好不好？哎，公益。好来，杀下来。杀来，彭一群带来荷塘歌曲哦。从前失去来，离开千足滚滚路。那条歌是董事长，有点像日本跟红白大对抗，有没有？那种感觉，真的呀，哎，这版够。刚才你考那条歌是董事长，真的呀，哎，这版够。不是，就你会看到有两种，就有点像那日本跟红白大对抗，有冇？嗰種感覺，哎，有。日本前都從應該按後上嘅東風呢。本代就係日本歌。對呀，對呀，對呀，椰子有點超，不是有點改良，安尼有一條歌誒。後果太假衝。對，貴客家歌詞啊，都加你真係動用日本嘅嗰種感覺咧。Tokyo 嗰片青島唱按後上喺度唱應該咧。對呀。上一棟斯文那個。因為
就有一点断层。其实对啊，有就是二堂跟演歌的观众朋友还是很多，但是呢唱的都老了啊。嘿，对啊，都老了啊，所以也还有新血出来。我有很想你，传承就科技的传承。对嘛对嘛，哎呀，做的了。这种演感的东西很多人发展两种路线呢，跟大家先拜年一下，来。新的一年祝福大家，马格都如意，马格都顺心。谐音梗嘞，哎呀。今年好嘛？今年不差啦，不差啦。其实天天也给他头家做的嘛。係啊，好朋友，係咯，好朋友啊，好朋友啦，強下教。富強啦，係啦，富強蹦出，強下要你平台啊，但係強下教，強下努力，強下打拼，強下支持安用啦，係咪？富強天數都錯嘅啦，係啦，幫來幫伊啊，你幫係較多啦，你幫較多，就是生命當中讀到好嘅貴人啊。敵地知己，對啊，也是就會在你看，在我們這個要到節目當中，認識大家都變好朋友啊，全部都會啊，全部都會哦，對，全部都會，但是就給吞數聽，其他都沒什麼用啊。你講啊，還有你的熒幕情侶而已啊，賴文竹，唔會啦，大概攏情侶，係嘛？採購網嘅時間 partner， 對，勢如破竹。至於當，我覺得比較窩心的，就是說，其實某事情的時間，他就把這裡當做一個家呢，就當做這個不卡用的，結果就等下製作單位聽書啦，冇得辦到嘅東西啦。同年製作團吹咩親後搞朋友，我覺得這個很棒啊，情竇獨黑啊，不然你以為我們怎麼請得到恐龍偶像？給你安撫，真的好懂。他也是因為情與義指千金張雷啊，真的哈，就是因為。真的黑吧？要附帶住錯嘅，請他來要附帶他。唔係，係講句係皮用親舊嘅感情咧，才鬧嘢團吹。對，係嘛？係啊，所以真的啦，沒有，我也很謝謝恐龍啊。講真的，有一些人紅了以後，他不一定我想要來上節目。係啊，某一定，但是你們真的。還是你真的很喜歡我們節目啊？咁好搞係嘛？係要已經講冇超嗌咧，冇超嗌唔係因為落嚟啊時間用叫嚟嘅，冇個錢啊！所以我們等你就一次來啊！我們需要你們節目需要你啊，係嗎？我們需要一些低年齡層的觀眾收看。以後這樣好不好？以後這樣。你就來，然後你排第一個，唱完你就可以走。對嗎？你親好啊，你親好。排 TV 啊，要不然你就排最後一個。輪到你的時候你再來。新哇，真的是巨星的待遇，特別優惠。係啊，好了，動態排。好，來。哦，哎呦，春鳳寶。來，春鳳寶時間來咯。這唔會同你聽數啊。終極密碼，哪一次練聽數啊？我的目標，我們共同的敵人就羅哥而已啊。很顯出。我剛剛竟然這樣子沒中，真的好厲害，我都很佩服。哎，羅哥懂厲害呢。沒有。他好像有什麼感應一樣哎。有嗎？都給會 pass 呢。哎呦，才第一 round 他就 pass。遊戲王。好來。真的呢。哎呦。慢弦啊，慢弦啊，啊，逆時鐘，逆時針是羅哥哦，哦，從我這裡，好來，一 pass，你就 pass 嘞，哎，這個有問題，二三四，好了，算了。pass， 哎呦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弄到，我就第一個開眼，還有張穿得到鳳包哎，我們用心良苦哎，羅哥，謝謝，Vito 送鳳包嘴，來。恭喜發財！哎呦，恭喜發財！羅哥一槍抵眼，我會團3招，會出3個數字。可惡，大白都應該輸，我真係不會玩遊戲。你不會？我其實也不太會玩呢。
我是运气啊，凭感觉，凭感觉。好了哦，谢谢你啊，马眼发太脆了哈。哎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下来陈碧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唱过来。愈顺后送出一支草，面试不将送的房，想起爱原谅错啊，甘有嫌破天荒，做得分一边。你是条山忙送 Uber， 半夜下歌，迄车讲迄个路。准感情背讲，命啊，天阴下嘅平分，又大又高。送出爱嘅长春，风都半门一窗，财富自由，无样无价，发了目睭，相应嘅天涯。拄人身边全身光，无酒变茶，敢爱风，风再做。山忙送 Uber， 半夜下歌，迄车讲迄个路，真感情袂讲，命啊，天阴下嘅平分，又大又高，送出爱嘅长春，风都半门一窗。财富自由，无样无价，发了目睭，相应嘅天公，太嘅西风中，拄人身边全身光，无酒变茶，敢爱风，再做。光变跳架，跳架变天路，爱呀歹命错，一个土公土，送出爱嘅长春。半门一窗，财富自由，无样无价，发了目睭，相应嘅天公，太嘅西风中，拄人身边全身光，无酒变茶，敢爱好。再做，无酒变茶，敢爱好，再做。哇，走吧。哦，厉害！你唱两条歌会不会甜没有？因为这条歌迄讲就是
市井小民那种比较辛苦的一面，那条歌是徐志能老师写的歌词，嘿，请爱来冲，爱要懂这篇有点合作。他在讲就是一个就是送外送的那种，好像就是撞车了，不过又再过来继续继续送。台六有一部嘅外送嘅片哦，那么个呀。那个一个电影，新闻嘅故事，新闻嘅故事哦，新闻有懂得爱用嘅事情，就是讲其实也还上映啊，穿钱冇简单，就是刚好开工嘛，祝大家开工安全嘛，平安。对啊，不要像我那么危险，要破音又一点。刚有破音吗？你就是那种边缘，不过又冲上去，动厉害呢。就是你唱歌，你会让人家。有点紧张，会紧张，吃到 tension 这样，对，又有到点。其实有时候活动就是很吸睛，你知道吗？有场是发通会来赢的啊，会破音，有点怕。金妹嘛，没有，再怎么破也没有我那么会破。没有，罗哥已经不同以往，先同大家扮演一下。OK， 新嘅一年祝福大家马多福多喜迎門，馬上幸福。萬年見，萬年見，哎呀，差點不小心海錄掉了。哎呀，沒看就講海陸啊，差點那個萬年見，哎呀，那個講海陸啊，天吞冇就出來。我吞冇強用，阿爸講誓言，阿爸講誓言，阿妹講海陸，係啊，冇強用，係啊，但嗌阿妹。金毛狗愛講海了，聽阿爸講誓言，所以愛從細就講誓言。我冇學到海了。你應該講嘅係實話吧？羅哥啊，他講佢艱苦啊，艱苦哈，係啊，只係講我們艱苦係啊。新的一年是要跟美玲結婚嘛？係嘛？幹沒他們已經有 baby 出來啦。啊 ，baby 啊？對啊。哦，有作品出來啊！去年嘅時間有下一條歌，就是那個都賺錢的那個新年。哦，都賺錢。新年歌。因為今年就知道係講，有馬年要寫一個這個馬多財神多。馬多財神多。他就是希望。下後的嘛。有。哦，真的哦。對。哎，你的翻譯台灣言，我你啊。冇，就是繼續努力看看。哎呀，對啊，以後真係可以。係客家歌嘅嘛？係啊。哎呦，副歌都係客家新年歌。明年嘅過年，就覺得開頭就唱廿條歌呀。係後尾張翻譯客家言啊，對嘛？快樂客家言啊。沒做得咯。對呀。做串歌。哦。做主曲、主曲咁用。但你只能在馬年唱啊。係啊。你要馬年。還有同期討論一下。馬年就分，那可以年。對。啊，到羊年啊，就改羊年，啊，到後年就改後年。哦。係咪前後用呢？對啊，可以用一輪。係啊，你就不用限定說馬年。你就新年。講黑米林要限定啊，他要限定。哦。對。聽不吹大富貴，好吧？玩遊戲。來，你愛終極密碼。好。哎呦媽！好來，我還沒出一張。好來。羅哥條要講還不要講，他說我都跟風，所以我都一直輸。不是你不是跟風，你善良。你很善良。嘿。就是怎樣？愛吃肉愛聽說會癢。陳碧。哦。陳偉如是很旺，敢黑？愛應該動胎吧。哎，不要問，不可以問。陳碧以為是你要順時鐘逆時鐘。順是我先。好。你確定？可以啊 ，cooking 啊。好了，你先。來啊，你先啊。先了，你先啊。你 pass。哎呦。三星 pass 三星6、7、8，哎，6、7、8，哎 pass 9
不要退，不要退了，崩起嘞，崩起嘞，那我就认输。哎，英国有青苔养面呢，对耶，居然输了。哎呦，我是2哦。你呀，我靠！而且他还要顺时针呢，他只要逆时针就赢嘞。好了，你的嘴巴要裂到你的耳根了。莫够收到你哦，形象。好，来，什么币？杨子生，容易哈，长久，好吧？好，我变得会玩了吧？哎呦，厉害啦！哦，来，杀下来。杀落迄强量硬伤，还有来文主带落后头个叫。今天我看超啊呀！哎呦，那句对 CP 感好不重。新电影的来 Andy。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祝福大家马上有钱，马到成功，马该都顺心啊！哎呦，马都顺心就这样，哎呀！那大字报是叫你用唱的吗？叫风来弹。风啊风风叫是哪样？是呀是呀是是叫是哪样？风风风风风风风叫是哪样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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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是哪样？开了心，紧叫紧送心是哪样？紧叫紧开心是哪样？送啊送了心，开呀开了心，青丝菜，艳用针，艳用针送小麦好调情啊。什么东西就是哪样？什么东啊，就是就是哪样？牛汤多，汤多嘛该，汤多的昆虫就是哪样？昆虫啊用板叫啊叫不爱弹。鸡呀鸡呀叽叽就是哪样？是呀是呀是是就是哪样？啊叽叽叽啊叽叽叽叽叽就是哪样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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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哪样？叫到来女啊加送了心魔，叫得来阿哥手开呀开了心。紧叫紧送心是哪样？紧叫紧开心是哪样？送啊送了心，开呀开了心，青丝菜，艳用针，艳用针送小麦好调情啊，脑多来三
你这是你催我跑是不是？在点头底不会紧叫啊，有没有？好像看到鬼一样。那这有嘛干？闹到唔讲很激动。因为今天有冇安排两个空下窗咯？按设计。我们制作单位最喜欢看笑话。对啊，对。公演本台起啊，看好高的嘛。对的，来先祝他个拜年啊！拜年一下。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哦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阿文忠，新的一年的 Andy， 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祝福大家马上有钱，马到成功，马该都顺心啊！哎呦，马到顺心就这样哎呀，那大字报是叫你用唱的吗？给你用冲的不？你看有感觉啊？跟你的从前面前奏开始唱嘛。来，玩游戏来，穿蒙包，来，哎呦，来，两位来宾，来文忠，哪一种朋友感觉？好来，乐哥，文忠作案的种嘢小粗侠，你记不记得小粗侠？小粗侠，哇，好来，请起牌，好来，哇！鼓掌。欢迎阿娘，哎呦，来谁先？慢一些。Lady first， 来文忠吗？你先。来文忠，你要顺时钟还是逆时钟？按你顺时钟。好，顺时钟，好来。1、3、4、5、6。哎呦。4、5、6、7、8。9、10。pass。pass。呀，是嘞嘿。不，你是嘞嘿。pass。哎呦。12。12嘛。就好嘞。11、12就好了。13。走，罗哥，我真的不能存害你的心。为什么是我输了？虽然我输跟罗哥输会共用的意思啦。哇！哎，罗哥赢呢！哎，我运气太好了，哎呦！唔过红包还唔分啊！冇。哦，两位恭喜啊！3样代表2位啊 ！Unbelievable 哎！那从头输到游戏王哎！不，你这里输，其他赚啊？系啊，有没有？那四都动力会啊！对啊，人家输配的地方穿啊！对啊，哎呦，这太神奇了吧！恭喜2位！哎呀，谢谢！希望2位今年就马到成功，马到顺利哈！来排本来文忠，来文忠，不要策马奔腾，牌还我。好，这个给我，谢谢。驾，共享人世繁华。好嘞，杀落利用先带落荷塘过去哦。政治破天地，形容半改五字不乾苦，水老风声用气光阔，醉杯给忘用
口中央，台东观光又被发改，求中那里手不尽扬，现退模糊难明眼。上古早把人间宠情意，梦美好嘅凡间人有了，人间坦荡是归轮流转，天嘅半夜重飞求时光，梦永远梦永，强不缥缈。随风涌，夜口中央，台东观光又被发改，求中那里手不尽扬，现退模糊难明眼。随风涌，夜口中央，台东观光又被发改，求中那里手不尽扬，现退模糊难明哇！铁拜堂都塞莫冲2条过哎，嘿啊，哎，一厉害嘞，你还没很厉害大的挑战。是啊，完全没用要干过。哎呦，当然要不一样啊，那表示你今年马年化，哎，有马跟你助攻，哦，对啊，为什么就这个？马年的运气给他助攻，哎，今年一定要懂好啦，嘿。谢谢挑战去搞，挑战去搞，哎，先同台这个扮演啊。左方台尬马力全开，幸福加速，散发一路顺风，好运不断超车。哇，好厉害嘞！哎，今年有请到新嘅計劃哈，所以今年你懂孫啊，去年可是啊，他就是你我他矮嘛，嘿嘿嘿，這樣女團嘛，係嘛？你矮呀，你呀幾？都是，對，反正你矮就出來嘛，也記係嘛，記係嘛，定記。哦，登記啦，登記，所以可能今年都會記嘅，知道嗎？哦，你哋還會讀書啊，變回學生身份之後，就是紅包錢收更多。哎呦，雖然獎助金、獎學金嘅部分，你冇卡喺係咪結婚就做得有紅包？哦，結婚以後都冇。係，唔講嗌媽媽。那你會不會到50歲還沒結婚？你說為了紅包啊，挺好啊，一次有紅包拿，懂後啊，也是不錯。對啊，懂後啊，冇一定要結婚呐，自家有自家實力的。來，先很厲害啦，係啊，繼續加油，繼續加油，今年應該會懂幫啊，知道？希望借你吉言。對呀，他那個女團出來了以後，對呀，而且這個讀書再繼續深造下去，這個知識就是力量嘛，對不對？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德五讀書啊，對啊，讀書以後你就懂得積德，積德以後就會改變反向操作轉了，對不對？哦，知識就是力量。好的，好啊，永就來，但是我們看一下偏財運怎麼樣。好，偏財運，來你的終極密碼，七個的先一中，來羅哥，好來，我就選這一張好了。好
来，那就拿2种。哎，哎，哎，哦，平平，谁先？你先开始，你要顺时钟逆时钟。我这样。好，这样来，好 ，OK， 要这样子。奇怪，就顺时钟就好了，这样讲不出来，我要这样。不舒服，罗哥。女团要先有一种那种 idol，用那个用而出来啊。好，1、2。pass。啊？爱讲啊？因为之前都冇用到，你先用。哦，3、4、5。啊。6、7、8。pass。你也 pass 哦？都拿嘞。8。回转。回转。90。11、12、11。好问。12。手好酸哦。13。回转。13。1、2、3。4、5。来帮啊。4。问呢？4、5。我说4、5。回转是我吗？哎。还给讲4、5问的呀？我来吗？我来。你回转不是回转到我？对啊。是吗？我马上。回转要回转我啊。哦。对啊。啊，我到哪里？那你要先。我吸呀。我吸哦。哦。那我，我 pass 用了吗？用了。我回转也用了吗？没有了。啊，6、7、8。哦。90、11。90。你说90。90，嘿。那我11。11、13。赶紧等一下哎，好刺激哦！哦，这蛮靠脑袋的。哎，看起来都扛枪啊呢。哎呀，回去分你一半。啊，回去分你不用了。助攻吉娜姐。对啊。为什么我都没有中啊？差1/40。对啊，就差一点点啊。哎，罗哥是你懂风呢。哎呀。喂，你很坏哎！后面还有一位，你怎么那么坏啊？排队，吃口没有科学实验精神。但他吃亏，他吃屁情商，问不问你就输嘞。这是科学实验。把我拍背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要是我又输的话，就是我就是把好运分送爱和好运。好，好了，回到休息。那只是好了，杀好了，杀了就会起司皮带的荷塘歌曲。甜美的笑容等一下，将咱的个男生作比真爱，我都将爱，花莲出去爱几家，太家好爱去将爱，客家的姑娘青山嘛，客家的姑娘多才华，客家的姑娘动情切，将爱带我去，嘛那的老山花。
青山满，客家的姑娘多才华，将你那个花莲盈盈爱，爱我那将我，将你那个花莲，时时带来希望那的流神花。 他搞什么哎？甜蜜教主，甜蜜教主，逼着大家好像一定要做这个唱跳歌手哎。对啊，妹妹，你忘了啊？没有。你通做黑慢饮沙给哦，其他兄哎。没有，我们法里有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老师，然后沙给。很沙给。对，因为我动脚冇跳诶，其实我好样嘅好动脚。董思妍哎，很喜欢跳舞啊，厉害呢，完全到位哎。对啊。又唱又跳，舞蹈又懂型的舞蹈。哎，那老多那个法里有青岛那个青后上的小朋友有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个舞蹈工作室，教个学生诶。哦，那个六个小的学生诶，啊，不过正经的一位欣赏，我都伊布老师，然后教的萨给。哇，你跳的。就甜的。哎，跳的那么宽呢，真的哦，真的好。哎，好简单哎，对不对？董文成，你们也是边唱边跳吗？真的，而且还非常到位，厉害。董厉害，赞哦，四位欣赏先来扮演一下，扮演。万年来福气多，事事顺心同喜福。哦，对，今年听出牙眼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哎呦，你刚刚那个表现真的是。冲跳狗术，他逗嘞。完全是让大家颠覆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要不因为你之前可能顶多就是那种比较手势很有气势那种感觉，完全是那种。等一下，谁啊摸那种？哎，我可以这样吗？我刚刚真的觉得好像龙轩轩在跳，真的吗？龙轩轩，我来好了。哎，你看 Kinky，真的吗？他跳的还没有你好。哎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那种上把上我让你唱冲跳。其实也是要很大的那个奶妹啊。对，那时候是因为我看了一个，看法典，他判发通的时间，有一个 idol 出来，就是那个人偶。哦，我就很有兴趣，有一种推动他给上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主动跟县政府讲，我是不是帮他写一首歌？我就这样写下来。可是那时候给上司来懂好。我比较喜欢比较有一些拉丁风味，或者是比较有一些 reggae 风味的。那给上司是，就是我听了一个中国痛。的一首歌，你是下出了，就我是听到那个歌曲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还有我听了很多 reggae 的歌。所以你过下后以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来编个舞？我觉得轻松的歌，强松的歌曲应该就要有一点律动啊。平常是可能人家的看爱唱歌，我就是只要有强快歌曲，我就喜欢动一下。但是你今天是带了很多，你是带动作哎？那个是设计过，所以要带，不带会觉得痒痒的，身体好像少了什么。好嘞，永久来看四位欣赏错，没有到，糟糕。今天应该是我每次都不会玩游戏。我刚刚有拍背了。真的，我每次都不会玩游戏。你先抽。玩游戏我都很笨，玩游戏我都很笨。来了。好嘞，吃宽嘞，来。好来，1、2、3。你要顺时钟压你时钟，顺时钟先改先。顺时钟是你先。就顺时钟好了。你要这样带边。女团是这样，站一边。好 ，OK， 啊，我们从好1、2、3，4、5、6、7、8、7、8 ，pass 哦 ，pass， 90。
90。耶！好开心！有，我第一次还替白地当年大擂台羊，真的。更强哎！那你要在单眼踢败羊。因为我肚子饿了，我想赶快结束。我刚可以 pass， 我可以回转。没有，我觉得他有犹豫了一下，他要不要 pass？ 对。还有恭喜视频欣赏。耶！谢谢。两个又搞呢。哎，我觉得看别人输很好玩呢。对呀。这个给别人的懂后搞了，懂翻译啊。他演宠物啊，他就要跟他搞一下。后国的糖。哎呦，这游戏都会搞啊，懂后，要感谢大家哈，多谢大家哦。都拿到红包嘞，除了童文成，他们走正财运哦，还有个陈碧啊，没关系啦，马眼航太运，我这还有2个，来，耶！来，哎呦，全部都有，全部都有，哎，大家都有，好不好？见红就旺，对啊，好，我们祝大家啦，哈，哎呀，好，我们希望大家唔記得，哎，繼續支持我哋老爺大擂台嘅節目，哈，喺好通過嘅腳來報名。大天花來人叫6667人，人流量等睇住個大天花。哦，今日多謝大家收看，阿咩，係祝福大家哈，馬到成功，大家睇賺錢，睇發財。英雄公演咯！祝福大家哦，宏圖大展哦！馬年馬到成功！阿里巴巴唔記得，一直支持我哋老爺。